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0，罗马书6章20节安尼讲：现在恁已经对罪得到透放，成做上帝的奴仆。迄个结果是成做圣洁，结局是永远的活命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对罪得到透放，成做上帝的奴仆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君王，主爱的天父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也是救赎阮活命的上帝。主啊！你的智慧远过阮的想象，你的慈爱长阔远深。主啊，阮要敬拜你，因为你的救恩何等的奇妙。主啊！感谢你，互阮对罪中得到透放，无搁互罪恶捆绑，互阮通自由来服侍你。主啊，阮虽然软弱，总是你的恩典教也原用。主啊，但愿已经对罪得到透放，成做你的奴仆。迄个结果，就是你要互阮成做圣洁，结局就是永远的活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